你看，妹妹书先来啊！讲对有意思哦，又搁生气啦。若无意思，是安那逐工安尼接送啊，骗鬼！就讲伊也无翁啊啦，有遐尔缘投的人约，实在是做面子的呢，哪得摇几家世？不过之前拢是吴清风来，即马拢接，是毋是？甲吴清风办啥？换我吼，我嘛要跟一个。无你是食饱来靠腰，若是跟我袂讲，我避免啊。就歹。娶我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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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无你哪才生气啊？娶我啦！卖对我啦！娶我啦！再讲一个。美丽啊，娶我是安怎？你倒位抓着伊啊？我面相哪歹看？我嘛唔知。哟，这两个即摆是安怎？伊中表面过。哇，怎样？这辛苦啊！然后做伙来洗身躯咯。这孤单的啦，唔免甲招啊！你将来都唔爱甲咱做伙洗身躯的啦。以后哦，报谁说跟咱无共款？怪款，行个。卖彩云啦，你是安怎？我是毋是有做啥物代志去得失着像我啦？你哪能问啊？伊在雄雄唔插我，嘛不爱甲我讲话。后壁啊，你转来啊！听我啊！想袂到面顶啊，就是寿面兄哥啊！嘿啦，后摆叫伊明华。原来哦，就是一个阿姐囝，莫怪豆腐警阿某地。哼！遐尼济家伙拢咱摆了了，要想啊开哈！哼！你也着讲，迄毋是叫就是表啦。你无听因小妹咧讲，迄个啥美煞啦，还哼！我看一定去互迄个查某吼，说美英杰甲创空啊！明华这个小公主哦，即摆毋着落魄甲智商歪歪啊！好啦，莫阁讲啊！明华嘛有讲啊，伊即摆咧食苦，就是为着过期放当伫赎罪。是啊，人毋是圣人啊，免人可能袂做毋着代志啊。既然真心忏悔啊，过期代志就莫甲提起啊。啊！明华，大概是啉酒在讲酒话，你莫艰苦啊。我是一个罪人，去互因庇受，嘛是应该。啊，你家己对家己有啥物路用？做互别人看啊！我相信你做会到，你会成功。多谢你，啊！你赶紧回去，较免小等红挂了，甲有生话。好啊，你也保重。你的便当伫咧食啦，摕去啊，食啥物醋，拢欠你呢。阿叔多谢。我先来去啊哈。来，今日坐去啊。歹势咧。
我是想要甲你讲，伫我人生上失志，想要放弃生命的时阵，是你互我有活落去的勇气。所以我想要报答你，保护你，谁知影煞因为安尼，造成着对你的伤害。我无代志啊，你紧入去困。袂要紧啊，你先入去。看你关灯了后，我就入去困。李伟，你莫哭。阿姐甲你讲，阿姐会晓变魔术咯。我能甲你巴肚内底灵眼子甲变出来，我变互你看好无？你注意看。哇，这个！李伟，以后你来物件，你会多做袂好笑啊。都是阿姐。啊，好啦，红啊，带你兄妹哦去洗手面，好食早顿啊吼。林华，你哪会想到这种骗囡仔的魔术啦？哦，在我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因为要说伊甲灵眼子食入巴肚内底，去互隔壁的囡仔搞吓惊。迄当时，阮桌上就是变这魔术互我看。你以后一定是一个真好的爸爸。多谢啦，阮明华这段时间，互恁大家这么照顾，真多谢。阿伯，你唔通安尼讲啊！大家互相，啊，明华为着要争取大家的利益，伊嘛付出真济。嘿啦，和尚，你是后生外高的咧。你看，你看，痛苦。但即马一家，你怎搁再团圆啊？明华，你的伤口有要紧啊？我不要紧，你免烦恼。后日上有巴桑，明华嘛有受伤，无你先去休困啊。秀敏啊，不要紧啊，因为坚持留咱遮，袂转去，好留的就好啊。啊，你在创啥？画图啊！哦，来，阿姐看嘛。你在画啥？这是阿母，这是我，哦，这是美惠，这美惠哦。哦，分出阿姐，哦，好。那这是啥？两阿姐。
啊，美惠。阿母你哪？阿母你看阿姐菜。对啦，树啊，今仔按2摆煮啊，我餐厅订好啊，咱做伙去食。暗时哦，阮桌上卡上，还到手边拢会去的。阿嫂，总是爱见面啊，免烦恼啦。树啊，到这嘛。阿姐，你好，阿姐，你好。阿姐，张奶无来啊？因为昨阿姐咧忙一寡代志啊。好，啊，你在写功课？来，我看卖。好，老板，我来啊，我来。郭老板，来，安尼偌济？你也买啦？好，来，我这300吼。哦，来，300行。安尼再找你。啊，行。多谢。树啊，嘿，我面搭卤味拢卖完啊啦，你我小应付一下。歹势呢。啊，你即摆看到遮吼，拢是有人订的啦。啊，一包啊，我本来吼是讲让互厝边隔壁，无先互你啦。多谢咧。啊，偌济啊？250。哦，250。来，我找你50。好。啊，对啦，明仔载吼，迄加卡去加薪吼，加30几互我啦。哦，安尼啊？好，无问题啦。啊，无我先来走。好，多谢你，嘿，多谢。红啊，啊，你毋是讲吼有啥物功课袂晓的，唔紧请冰花一甲你教。好啊，阿姐。来，倒一条，看卖。对啦。倒一条，我看卖。这个是好佳哉你有来啊！啊，若无吼，红啊，因个功课啥我毋捌，毋知要安怎。来，小哦。行，啊，头前来，紧食。啊，好啊。哇，拢是我上爱食的菜，而且也有我上爱食肉质啦。啊，唔紧食。树啊，到这嘛。你看阿姐。哎。你看阿姐，你哪叫我这来？阮等因大概巴肚就要安呢。对啊。你拢还袂食啊？啊，因两个吼，我要等伊回来食饭啦。好啊啦，紧做来食饭。啊，食饭饱吼，有啥物功课毋捌，再问明花姐。好。紧来食。来。是。树啊，多谢你。今仔生理好吧？同款啦。阿姐，今日有你上爱食的肉质啦哦。哦，多谢你。啊对啊，听话美惠，以后莫甲当阿姐啊。恁即马当咧大，唔通去互咬着，知无？知。紧食。好。来，阿姐面炒你。阿姐。就这名啦。啊，明华吼，对这两个囡仔，啊，佮对你吼，真正是足好。阿姐，这是你上爱食的哦。哦，多谢。好食无？好食。树啊！你来啊！阿姐。听话美惠。阿姐，你来。啊。美惠啊，先互你明花一食饭啊。不要紧啦，我阁袂晓的。阿姐，你坐好好，莫叮当哦。是安怎叫阿姐坐好莫叮当？必须今仔日的功课是要为全家福啦。哦。
我已经有话本出阿姐、阿母、阿兄，还阁有我，就听阿姐，你无话？美惠，老师叫你画全家福的意思是叫你画一家人。我知啊，咱就亲像一家人共款。阿姊，你坐好好，莫叮当哦，我要开始画啊。阿姊，你坐好好，莫叮当啦。是。杨美惠，下晝洗好就趕緊困，大家落來哦。好。來，快教好。緊困哦。好。